样都一样可爱，都很可爱。我把全部就嘴巴里面的牙齿都露出来了，快点！你在拍照还是拍视频呢？视频，我在直播。怎么都是英语呢？在国外呀，就是一般，国内看不到的。它一般好多还是，就说中文的还是挺多的。台湾的很多，台湾、香港的。那这些字你应该能看得懂。看不懂，这韩文我看不懂，英语有些看得懂，韩文看不懂，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有些都看不懂。你们跳多久啊？跳半个小时吗？不知道，没说。哦。去找一下主人。跳舞。是博美还是尖子？博美啊，白色的针。哎，对，博美还有几种嘛，就一标准博美，还有那种小一点的那个。它已经挺小了呀。对，它就是标准博美。还有一种大的那种。大的。我们家那个还有，我老婆她姐姐买了一个，比她大1倍，13、14斤，但是也是从小就长大，从小1、2个月就养了。感觉很好。对，从小他本来就没有，他应该在1个多月左右就这样带来带去。对，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种，他不知道。叫得住他吧？叫得住，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种在外面就是那些在这个相当于一些小狗在一起，没有经历过那种。从小养大他就知道了。那你这样抱着它，有个放在包上啊，站在包上啊。啊，对啊。他以前也喜欢我抱，他因为他走累了之后，他就不走了，他就让我抱。对，他累的。对，他的腿太短了。对。像这种。小的时候脚会对，对。缺钙的。就是以前那个我遇到一个养了3条博美的，最大的10多岁，他说你这种狗狗，他你经常要，他如果不走的话，你就抱一下，他不然的话，长大了之后他有那个，可能他还不太能走楼梯。那些，对，他就说尽量他如果要求他要。几岁了？我4岁。哦，4岁还小，累吧？累了，已经要睡觉了。白天的话，就是他其实每天在外面玩时间比较久。把你抱着他，他疼吗？就像个小朋友，就是不会说话那种。不能这样抱，不能这样抱。抱啊！不怕啊！哎，我把你抱着。耶，他睡觉了。天天看跳舞。对啊，他每天都陪我那个。天天看跳舞，开心。藏博美。它以前那个颜色有点，就这毛有点黄，然后后面我跟他吃的那个现在好多了。它有点那个白色的了。对。你看那尿尿，我快死了，孩子。他叫得住的，很乖的。对。你看看尿尿，虽然4岁是吧？4岁，刚刚4岁，应该4岁1个月左右吧。藏猫，我们家那个藏猫它是藏博美，天天看郭庄。对的，它很健康的，它很健康的，看你鼻子就知道。哦。湿漉漉的，哎。对，湿的话呢就是很正常。它长这么大只病了1次。但博美你要当心。弄一个双肩包给它在里面，它想睡觉，你可以睡觉。没有，它不会睡觉，不会睡觉啊，不会。其实狗不会睡，你大概它不会睡。这样每天黄色的那个。啊，对我以前是黄色的，以前我那个3岁后面被车撞了，第1次被汽车撞了，然后这个腿那边压了。那你所以以前我还有博美，之前后面他那个腿做手术然后好，基本上能够就是没什么影响。后面第3年之后，我老妈出去溜它的时候没有带绳子。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要绳子。对。我也是
就是第3年就是被摩托车撞了，后面就没养了。我博美走了以后，我就收有2个流浪猫。哦。然后现在我们小区几十个流浪猫，我在管。我们家以前养了猫，它和猫以前我们那个黄色猫，然后在一起能够很和平相处那种。那个猫可以，就我们那个猫养了老死了20多年，21年左右。哦，那厉害。对啊。一般猫真是好10都老死了。我们家的猫和狗就是我们那个猫，我们家门都没出过。哦，那叫什么名字啊？它叫欢欢乐的欢。大熊猫。哎，你可以画个大熊猫的。昨天我就看了，他发了有我们在那个遇到一个，他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画成熊猫的样子，黑白色，染的那种，但是就是成都是那个声音，对，它耳朵很厉害的，你们那么吵它会不舒服。对啊。对啊。它习惯了。你没有狗狗的耳朵是？它很灵敏嘛，很灵敏很多。音响那么吵，它是对。很不舒服。因为有几个月了吧，4月份就开始拍的，4月份我就在这边。这样回去肯定很舒服的睡觉，睡得很好，累了。我觉得它休息跟我差不多吧，我们睡了它就睡觉。其实狗狗也要休息的。它白天的话就在家里面睡觉，比如我忙的时候它就在旁边睡觉。晚上正好出来上班。对，晚上一般我7点半，一般我也是7点半到9点10点钟才会，在外面逛嘛。不晓得，反正我没看过一个你们关注他的，我就关注了一下，我也搞不清楚了。你网名叫什么？就是小李 TV。小李什么？小李 TV， 但是我是这个是直播是在国外，在抖音上面我是在发了一些。你还有一个国外的直播室。就主要是国外，我没在国内。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对，就主要是油管那个，我没在抖音里直播。但是我关注了好几个直播，他们反正有直播我就知道跳舞。哟，叹口气啊！主要我们直播他们看不到。就像那个青阳宫那边跳的时候，他不让直播，我就在直播，都知道我，都知道我。看到你的，也是带着狗狗。对。主要我直播，他们一般抖音上我没在抖音直播嘛，他们存在。这秋季干嘛？美国现在是抵制抖音的，美国。对，很多很正常。但是抖音的话，比如说相同的平台的话，比如说他们靠抖音一些打赏嘛，它在国外就不一样。比如说国外收入比国内起码高个7、8倍。在那美国，我听他说的，因为老外也玩抖音，然后他们不管在基地啊、军事基地都在玩。哎，对。但他们有些比如说有名的那种粉丝多的，他赚钱赚的比国内多很多倍。他们打上美金还打上。反正他们完全是2个软件，因为他国外的收益呢，比国内都很多倍，比国内赚了一天钱砸钱，还有国外赚很多。小男孩跳的真好。咱008他也直播的。没说，但是我这边直播他们看不到嘛。008也在直播。等会儿我就走了，10点半就走了。跳！安逸哦，他每天。好玩。我出来几天我都想家里的猫猫狗狗。因为我从小养狗养了几十条应该，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工厂。3个猫1只狗。基本从小就有狗狗，因为我们之前小的时候到成都，就比较远嘛，然后我们那个老的那个大的狗就绝食嘛，就自己就绝食被饿死了，自己就没吃东西就饿死了。就是人出去了它绝食。对，它就不吃不喝的，好多天就不吃。所以后面，反正我后面养了好多狗，
怎么还有一点什么美化的？怎么会这个光线这个样子的？哦，哎呀，手工这个不是练舞吧？我觉得都会跳的。怎么会亮呢？啊？哦，什么？哦，他那个应该他那个手机，它有那个夜间模式嘛，那有直接美，就是那个直接就提亮了。感觉是夜间模式。他不叫练舞，他们都会跳，感觉每个人都会跳，基本上就不需要练了那种。可能是跳个新舞。这个小朋友也是一天。哎，他也来，小姑娘也来跳了。对。哦，晚上了。星期天可能来的人更多，小姑娘。对，其实星期六、星期天吧，他有些没上班。坐那里啊？哦，他们都坐附近的。在那里。也是他们境外的队员。这一圈都他们走到长浦的那个队。他有些是队员里面加入的，有些没加入。比如说我在成都待不了多久，或者是在其他上班那个，他就不会加入。对，他加入他肯定就在这边常驻那种。他们那种像那种以前没加入团队，他也会跳，反正就是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团队，这大家都认识嘛。你说他就不是，他一样会跳，对啊，他一样，对。本来他们今天晚上就是为了排练，但是不知道排练什么舞蹈还不知道，新的那种。把相机拿出来拍吧，拍。几点钟？拍不了多久了。还有好几个都没来呢。好多都没来哦。他那个应该正式的话，应该有35个人左右。哎，对。但现在只有好多没来，那个对啊，有些有事情嘛，就他那个没有强制要求你们随时要那个。吴清这还记得。睡觉了吧？床不行的，对，就是灯光差，如果灯光好了就。他本来就不当皮，他说，他说这有新的舞，其实可以啊，因为有灯。对啊，没很多很正常。跟我们家一模一样的。你家叫什么名？比我们小啊，多重？欢了的，6将近7斤的吧？哦，我那个11斤了，对吧？我们有一个也是13、14斤，有个比他大1倍。他那个品种的时候不知道。是弟弟还妹妹？公狗，另外一个也是公狗。那个他们之前买的时候，他本来想买贵宾的嘛。后面我们那个他姐姐就是我们那个比我们那个大1岁，他说成绩考好了就给他买，后面就觉得还可以，就买了之后他觉得贵宾怎么不合样那种，然后他就贵宾，他就直接对啊，不大容易生病，我没有容易生病。
他然后就看博美很活泼嘛，他呀，反正我没养了博美，他就喜欢博美，他就只养连麦博美，买了之后长了7个月，比他还大，越长越大，后面长到13、14厘米。那个贵宾大贵宾嘞，贵宾维度是很大的。他也是买的博美啊，最后他博美没我家知道的博美就比他大。啊，他没有想到会长到13、14斤。他们两个是一起长大了，他大1岁嘛，那个小1岁。然后每次出去那个狗，他们两个互相帮忙，别人别人欺负到他得帮忙。哦，真的、啊。对，他们两个都要帮忙。还会知道是一家人。对。刚才打开这个，他叽叽叽声音，他紧张了，头回过来看我。哦。对，叫欢欢，欢乐的欢，我们家孩子取的，叫欢欢。我养过好多条狗，我们最小的时候叫那个叫狮子那种狮子狗，那个我回家的时候，1、2公里它就知道。后面到成都来，小时候嘛，后面走了出远门就绝食，没吃东西，饿死了。我这儿有灯嘛，呵呵，那等一下我把个灯打开。有灯的话太亮了吧？太亮了。算了。相机没开相机，算了，那么等会儿拍了10点半我就走了。等会儿他们还跳，还是要没办法了。等会儿叫孩子把门跟反锁了，锁了之后那我又只有回温江了。笔记本什么都没带。感觉不是排练，感觉每个人都会哦。我再玩一会儿，看一会儿。没有，这团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都可以跳，没有强制的那个。好多人没来，好多不是团队的一样在跳。因为大家都平常在一起跳嘛，都认识嘛，都不存在那种。因为他加入团队，他需要时间在成都，经常有时就是在成都住的才行。
看视频边练，视频没有视频啊。拍点短视频嘛。都是老的舞，没有新舞，新的应该只有那个，都基本会跳。你什么时候要回去？我给你啊。啊，没事，等会儿10点半左右吧。我们是个扎小辫子的锅子，我说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我说没来，我没看见。我前面看。你看那个体力好好，还5斤呢。你要不停的给他喝点水。他们年轻。对。一般我去雨石街、洗手间那都可以喝。舒服吧？以前买了个专门喝水的杯子，搞忘了，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去了。一般在商场里面都可以。像洗手间一般都拿喝了自来水那种。我车子我车上也随时都有水，但是现在限行没开。这个脾气真好，我们家那狗狗脾气啊，对。基本上这种狗它不分人，随便给它可以摸的，好多对啊，狗狗都对，特别薄。我们家狗狗因为但是你走的话，它还是分人。它正了，它这边打开手。哦，但是你但是走的地方它还是分。神经病，抱着它，把它抱起，那个秋吉抱起。小人呀，都小孩子呀，对吧？好轻嘛，秋琪比较瘦，都是瘦小个。长不胖，跳舞的他们长。这边他们境外的，只有雍正长得个子很高很高。王青的长得比较高。所以人家说累了，他还是分组人那些，他比如你走的话，他还是要那个，他有那个动作。一定要拖住屁股啊。其实我每会有一个问题，后面。这个会往这样屁股，反正你抱它是从腰这边一拖，是不啦？我就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一抱，对，不能像抱小孩一样的。我昨晚他关门10点钟之前的必须回去。我好想我说你。他们把门反锁了，我就直接回其他地方了。因为他要休息。特拉姆那个区域的嘛。你是那个小的那个体位嘛？我也在那个区域的，我很少去是。你知道他没有上班吗？这他每晚上他自己也没休息好，11点多，我每回都11点半，已经12点钟了。我要么就坐地铁，要么就赶流。不近是近，我也很近，只是说回去太晚了。有件他们比如说他们跳了之后，他们还在这外面跳噻，所以说有件撇耍撇，比如摆龙门阵了嘛，摆了就一下就整到11、12点去了。
他们是年轻人的。对啊，这个主要是娃娃，主要是娃娃上课，不然的话，我一般都是1点钟来睡觉。灯泡没用。这就没好了，18号。完了妹妹给他围起，我就叫一个钱弄了，就等于这个8号了，我就来这个西门。像17、11都没加队，没有加，好多那个雨涵也没加，还有那个还有几个都是可以加，但是他们没在成都，要在成都都待不了多久，有些都在读书哦。像那个丽丽也是都在读书根本没时间练，还有钟大姐也是，都好多都是。把灯打开吗？我把那个手机拍一点那个，没票贴着，基本全程录上了。又是1:9，它新的那个是那个新的那个编舞那种，应该变了。它那个1:9算的。它只是走的方式好像变了。他有些有事情嘛，好多都是有事儿他就不会来了。雍正那都没来嘛，这么近。把灯那个打开吧，算了不打了。反正这边。会跳的都可以加，你会跳现在都可以。你看，他们旁边跳舞的都可以进去。就是他有那种动作，然后他有动作，他随时看人不在。他要我抱。哎。他都是他只要我不抱的，他就等会儿他就要那个，他就要叫。哎。这样抱的，就像买的就是小猫猫头的能坐的那个。他就站在上面，看嘛，他站在上面的。他会站在上面。你大概有个腰带可以拉着他们。还可以不用那个，我是这样抱的。我是这样抱的，也可以。对。我第一次看到你，我还用个巧球球在。不对，因为他只有这个重量就很轻了，早就习惯了。还有他要抱，他不抱的话，他在开始的时候他要给你，他跟打招呼嘛。然后等一会儿他不抱他就慢慢开始叫，一直叫你叫。对。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本来他就喜欢走路了，他就要抱了之后你抱个几分钟你放他走，他又要走。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不要把他走视线外面。对，他走了之后他要看后面。好多人他不会走呀，好多人偷的。对，他找不到，他会在原地等。对，偷以后好多人偷了就不要的也有。对，主要是怕有些人可能带直接顺走了，因为他本来什么人都不怕。他有个人在跳，你看一下。
大部没来，这个不存在，你根本不用纠结团圆不团圆的，像这种。像，而且帮几个人播，你记得吗？你要是今天来晚了，没跟他报，拿钞票工资吧。哦。他现在步伐不一样，因为以前团队都是围着圈圈跳，现在舞堂上面的步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刚才他们走着就乱了。只有英吉老师才有这个，他有个经验应该是。别人在排练，他跑这么急是吧？这大叔啊，大哥，哈哈，光头大哥。邓紫也直播，然后永吉到手机没拿来，反正也没有想直播啊。他们说不让直播的，这个整在抖音那些直播是看不了的，看不了回放的。我们这个可以看回放。就这个直播之后你们看得到吧？看回放看得到吧？看得到，我可以。就自己可以看。我可以可以看看，我那个可以。哦。那个生成就可以了。他保存了天呢？啊？保存多少天呢？不晓得，但是要马上生成，生成。哦，要当时生成，就是下播的时候就生成就可以了。当时生成那就有点时间有点长哦，都几个小时。但是生成了哈儿就是生成就可以了。哦，保存到然后别人就可以看。哦。昨天我才发现这个。哦。但是这个某音我不晓得哈。哦。抖音嘛，我没刷那个。那么会有当时，哈哈，这是排练。不是专门拍那个脱上我的背部动作背影的嘛？哎呀，我看到英杰是，我们刚才看到是背部动作啊，哎呀，太美了！我不知道英杰老师的身材这么好，真的第一次看到他身材这么好。以前都是穿着藏服。还表演，对，就应该这样。对，对，好好练还要。第一个我们带进来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动作就排成两列，后面那个排成这样。洗面去哪里不知道，对，但是你们有刘娟嘛，有刘娟在那边，他们都去了。他们去了5-6个都在那边去了。不是，他们说17号在启茂桥哪里表演？哦，是那边一个洗面桥那边一个珠宝店。嗯，对。那边他们今天去踩点去了。到时会通知他们的，然后云红他们都会去。他们肯定会去啊，他拍的一些肯定会去啊。那也可以直播吗？可以啊。但白天的话，我不知道你去不去。
星期六嘛。不知道应该是星期六啊，是17号。星期六没事，只要是周末都没事。别的时间白天也是。昌都你连什么灯子啊？别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这全部都想好了，这是。照理说他是不让直播的，因为就怕那个排练嘛。本来是不让。但是这些舞都是老舞。对啊，他这只是这跳舞的方式变了。我问了，这灯是让播的。那不像那个上次那个有个人在那跳舞说不让看新舞，就在发，对，也没什么浪花。你发了之后你自己练不会也没用啊。对啊，那谁跟你的谁学你的舞嘛？你学了你跳没人看是吧？对，你看永久老师他们的舞，马上就是那么多人学。对。录讲我听。这舞就是搞笑的，千万别笑场，这是搞笑。这个是男的女的分开。这是只是跳舞的，以前是围圈儿，我绕成一圈儿那种，现在是另外一种姿势。那个歌曲还是以前的，只是说跳的方式变了。那都不用打灯了嘛，打灯太明显了。本来有影响他们，因为打灯的话，别人看光亮的地方眼睛不好受。这交叉的穿过去，男的在这边，等会儿穿过去。我们再远一点。我 number 我们用7T，不是都是这专业的对，那也只能说，真正专业的话收门票那种才是专业的。那个什么像玉树的一些表演团体，它专门有剧院固定的那种才是专业的。那种买门票的才是最专业的，这都是民间的非盈利的那种，非盈利的，就是爱好嘛那种。其实他们有这个水平，完全可以去全国巡回演出的都可以，但是可能他们家那个也是，又不是专业跳舞的。这转成一圈了，几点钟？打电话给他们说一下。哇，10点40了，准备回家了，咋办呢？那回去晚了，等会儿门又反锁了。这个小妹妹跳得好是吧？哎，不行，我们家孩子要守。
对啊，等会儿10点，等会儿就走了。对，偷拍，偷拍，怎么就偷拍了？有点老的过去。应该也调不了多久，因为明天星期五嘛，大家还要上班呢，那些都在拍呀。还有几个，我们旁边有几个都在拍，你看嘛，都在拍。反正也没什么，永吉没说，永吉没说不让拍啊。拍了之后你自己练了，也没人看你的是吧？毕竟他们都是老的那个音乐。我家我女儿吗？我家没，我家我女儿。哦，我家我结婚结得比较早。录屏了，录屏传播没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学的，其实都是跳都是一样，只是说它那个走路的方式、穿插的一些都不一样。它但是以前叫圆圈舞嘛，这个舞在国外你知道叫那个叫藏族圆圈舞嘛，就转圈嘛。那他们这个表演它是穿插。又不一样。我们那个不存在啊，他们那个想看都看不了。有些不会翻墙啊，不会上网怎么看呢？就转圈啊，男的出来，女的进去，交叉的那种。在那儿。瑶瑶说太挤了，他跳不开。
还有10:40，10:50。怎么说呢？录屏在抖音上面好普遍哦。那群里面好多那个发的都是那种像张大博啊，他们直播有些人把那个录屏然后保存下来，然后直接单独发布。这干什么？跳街舞啊！街舞啊！等值的吧。他打坐嘞，坐地下干嘛嘞？年轻人就今天不是我我经常发的一些极限的那种，什么跳伞啊那些啊，还有街舞啊、跑酷啊那些，我觉得有意思的就发出去了，他们都喜欢看。哦，对，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很羡慕我们在成都的，他说你们可以在现场，他说我都是他们那个视频全录的那种，模糊的那种。准备走喽。我看找个出租车算了，就不用打了。出租车都是满的呢，过去一辆。哎，走，飘毛毛雨了。7月1号起，成都坐高铁直接到香港，每天开18类的那个成都到香港每天开18对。香港经济已经完蛋了，好不起来了。做的比较早嘛，很早的一批，我们知都不知道的。他们像云峰啊、传呼那些，
很牛的都是应该从2022年的3月份左右开始拍的，那个我们是从4月份，这年4月份才开始。刚刚就是应该是扎西他们跳舞的时候，然后火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拍了好久嘛，他们时间好长啊。哎呀，好危险哦！你们还练吗？应该11点多了，11点了，明天不是要上班吗？小哥好可爱呀，这个。对啊，他们都喜欢抱他。对，太可爱了。他主要他喜欢跟我们待在一起。太乖了。你那个了，不来我们来了。什么？我来。最后一下了啊，应该就几分钟我就叫车走了。家伙，都是年轻人，体力好得很。我们体力好，但是我们没参加那个，我们自己去选择拍那个。这就正式的排练一次，最后一次吧。跳毛毛雨啊，毛毛雨啊！不会吧？应该不会。他这个舞蹈没有使多大劲，你看动作比较慢。Warriors. Hello, 13 months. Oh, maybe just. 好了，好啊，开始了。
拿根棍子，不听话，太调皮了。哦，没事变嘛，没事开上面。对呀、本来就老师嘛。永姐有个棍子，拿那个打。11点吧。要上班了，第二天。他来带。他屁股，听话。
干嘛？八胎。一六。OK， 拜拜，走了，我叫车了，走了，11点钟了，等会儿叫车，叫个车回去，不骑自行车了，太麻烦了。哎，没给钱。我去车去了啊！哎，那儿有出租车吗？打车啊？这。哎呀，唉，出租车被别人抢了。那边有个车子，这儿有个车。哎呀，那个车也被人抢了嘛。你走不走？哦，我没走，下车。打出租车好多年没打出租车喽。到了呀，到了。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啊，是。包办一点好，包一点好。你好了。哎呀。算了，我打车算了。那个搞忘了，那个车子后面有车子。那个喝酒喝醉了。这边。打到青石桥。这个搜了一下。刚刚11点钟。
歌真好听，就是不知道名字，不知道你的意思，名字的歌词都知道。不辛苦，不辛苦，还那个歌，还那个一点都不辛苦，跳舞的最辛苦。跳舞的简直吧。这个嘞，更安全一些，非常安全。成都这边出租车以前出租车是12000多台吧，11000多台出租车，后面有滴滴有那个 Uber 之后，后面就降到只有7-8000台了，7000多台吧，应该只有7000台，现在应该只有5-6000台了，应该少了一半。因为有网约车嘛，现在都打网约车，谁打出租车啊？现在出租车以前的份子钱很贵，以前一天要全国的话，成都出租车应该在前2-3位左右吧，一天好像给那个份子钱应该是600多，后边降了200-300，现在280嘛，多少现在？反正现在应该还要低一点，
降了之后，他们现在车子全部改成电动车了，全是换成电动车。以前是烧气的天然气，现在改成那种烧电的电动车。他们现在都基本上不在市中心跑，他们宁愿放空跑到天府机场去。天府机场的话，过去在这边过去在70公里，60多公里，将近70公里。70公里，但他天府机场，因为他们是排队那种嘛，他们不抽没有生意的，因为你那边不能挑嘛，你不能选，你只能说乘客到了之后，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走，但是99%都是到成都市区的。他们出租车，放空到天府机场，他们过去他们过路费是30几啊，不止10多块钱吧，好像这边过路费好像是38吗？多少啊？反正只有一半的价格。你回来之后跟乘客那边加就是了嘛。放空过去，反正他到市中心一般都是160、170吧。反正好多的司机都不愿在市中心跑，市中心跑全部是起步价10多块钱、11、12块钱。后面他们都全部是放空到机场，因为到双流机场太近了，20公里，那个更没搞，还要排队，还是天府机场。我就下了，搞忘了，还在聊天嘞。拜拜，再见，到家了。谢谢各位，谢谢关心，谢谢。我们这边非常安全，就先